靈修2025年5月26日，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、有見識的呢？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。雅各書3章13節，當信徒因喜樂與正直的生活被別人嫉妒，甚至遭到攻擊與誣陷時，內心難免受傷與困惑。明明是活出信仰的見證，卻引來仇視與排擠，這並非罕見，而是耶穌早已預告的現實。世人若恨你們，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。約15章18節，面對這樣的處境，我們不需要壓抑情緒，也不必假裝堅強，而是可以坦然地向神傾心吐意，求他扶持我們心靈，使我們不被苦毒吞噬，不以惡報惡。箴言教導我們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箴15章1節，我們需要求主賜下話語的智慧，使我們在誤解中仍能溫和回應，在暗處仍存清潔的良心。保羅曾說，我們既然蒙憐憫，受了這職分，就不喪膽。林後4章1節，即使身處敵意與誣陷中，我們仍靠主的恩典站立得穩。求神保守我們的心，不懼怕人，也不失去屬天的喜樂與見證。願我們在禱告中不斷尋求主的智慧與引導，活出真光，直到黑暗退去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你是察驗人心、深知一切的主。當我因信仰中的喜樂與正直被人嫉妒、誤解甚至誣陷，我心裏感到委屈、痛苦與無力。但我相信你知道一切，你看顧一切。求你保守我的心，不陷入苦毒與報復，不因人的惡意而失去平安與盼望。賜我智慧的舌與柔和的靈，使我能在攻擊中保持溫和，在黑暗中仍有光明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是為我伸冤的神。我願把一切的委屈交託在你手中，求你按你的時間與方式成就公義，彰顯真理。若有什麼是我該學習、該改變的，也求你光照我、修剪我。願我在試煉中仍然站立得穩，不憑血氣行事，只靠聖靈引導。願我的生命仍成為你的見證，讓人看見就渴慕那從你而來的真喜樂與平安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